一個籃球教練將男學生嘅外套掉落地下，之後又捉住學生隻手，叫佢自己冚自己，並且不斷責罵。期間其他隊員只係旁觀，冇人插手事件。呢條片星期一喺社交平台瘋傳，分享條片嘅網民就話，事發地點係漢華中學，涉事教練係學界籃球名帥翁金華。退役籃球教練兼國際裁判楊英偉星期二喺電台節目度話，唔能夠接受對學生體罰嘅行為，但相信條片唔係近期拍攝。所以嗰個片段應該都有咗一段歷史嘅，照我所知。翁 Sir 我諗佢都改變咗好多㗎啦，而家都好少見到佢帶一啲嘅學界比賽咯。照我認識咧，其實阿翁 Sir 係佢喺啱啱出嚟教書，喺好早之前我已經見過佢個人係比較衝動啦，可以咁講。佢開頭唔係咁嘅，我見到佢有陣時發泄下都會打一埲牆咁就算數噶。咁我覺得呢啲事唔係一朝一夕而產生嘅。關注體育界嘅立法會議員何敬康就話，相信片入面嘅教練係翁金華，佢哋兩個互相認識，亦都曾經喺公務合作過。但就條片嚟講，好難為佢辯護，認為喐手並唔係友善嘅舉動，翁金華同校方應該作出交代。